此后2023年1月27日，每日圣安宫读经祈祷。圣经咱做伙来听读创世纪24章第1节到67节。亚伯拉罕年老，长岁寿，伊一生所做的事，拢得到上主祝福。亚伯拉罕对伊至亲的管家讲：“请将你的手下伫我的大腿下，你着记上主天甲地的上帝咒詛，毋通甲我带这个迦南女子做新妇。你着去我的本地本族，甲我的囝以撒带一个某。”迄个管家应讲：“迄个查某囡仔若毋肯缀我来咱遮，我减通将你的囝带转去你的故乡。”亚伯拉罕甲伊讲：“你绝对毋通甲我的囝带倒转去遐。上主天顶的上帝捌带我离开阮老爸的家甲本族的地，佮对我立誓应允，讲我要将这个地赏赐你的后代，伊会找伊的使者甲你引带，互你通对遐甲我的囝带某。迄个查某囡仔若毋肯对你来，这个咒詛就甲你无关系。毋过千万毋通甲我的囝带转去遐。”管家就将手下伫伊的主人亚伯拉罕的大腿下，为着这个代志咒詛。迄个管家对伊主人的骆驼选10只，佮带伊主人逐款的财宝，出发去美索不达米亚到拿福的城。伊互骆驼跪伫城外的井边，迄时拄拄黄昏，妇女出来抢水。伊讲：“上主，我的主人亚伯拉罕的上帝，求你施恩互我的主人亚伯拉罕，互我今仔日有好机会。我呾徛伫井边，城内的查某囡仔出来抢水。我若对其中一个查某囡仔讲，请放落你的水盘，互我啉水。伊若讲请啉，我嘛要互你的骆驼啉。愿伊就是你所选要互你的仆人以撒做某的查某囡仔，安尼我就知你施恩互我的主人。”话还未讲煞，利百加经头顶下水盘出来，伊是比土利的查某囝。比土利是亚伯拉罕的小弟拿福的某密加的囝。迄个查某囡仔面貌非常水，是在色女，也毋捌有查甫人甲伊做伙困。伊落去井边，甲水盘缀满就起来。管家走去对伊讲：“请你将盘里的水一屑仔互我啉。”查某囡仔讲：“先生，请啉。”伊就赶紧放落水盘，看伫手里，互迄个管家啉。互管家啉了，佮讲：“我嘛要互你的骆驼啉到饱。”伊就赶紧将盘内的水摒伫槽里，佮走去井边为骆驼抢水。迄个管家注意甲看，恬恬无讲话，爱知上主是毋是会互伊的任务顺利完成。骆驼啉了，迄个人就摕一个6公克的金片环，一对114公克的金手环，互即个查某囡仔，对伊讲：“请问你是甚物人的查某囝？恁老爸的厝敢有所在，互阮休眠？”利百加就甲伊讲：“我是比土利的查某囝，阮老爸是密加甲拿福生的囝。”
阮有充足的草料米粮，嘛有所在通互你休眠。迄个管家就跪落去敬拜上主，讲：我要称赞上主，我的主人阿伯拉罕的上帝。伊一直用慈爱信息对待我的主人，一路引带我来到我的主人兄弟的家。查某囡仔走倒去，将这个代志甲因老母全家的人讲。利比加有一个兄哥拉班，伊一个看到因小妹身上的片拳甲手拳，搁听到利比加讲，迄人对我安尼讲，安尼就走去井边见迄个人。伊到的时，迄个人还徛伫水井边落倒遐。伊甲迄个人讲：你是上主赐福的人，那还徛伫外面，请来阮兜。你的房间甲落倒休困的所在，我已经准备好势。迄个管家就入去拉班的厝，有人来偷落倒在的物件，用草料粮食饲落倒，搁芳水互迄个管家以及甲伊做伙来的人洗骹。有人将食物摆伫管家面前，要请伊食，毋过伊讲：听候我将我来的目的讲清楚，我才食。拉班讲：请讲。伊就讲：我是阿伯拉罕的仆人，上主有大大赐福我的主人，互伊真好业，搁互伊牛、羊、金、银、仆人、女婢、骆驼甲驴仔。我的主人下某莎拉年老的时，甲伊生一个囝，我的主人嘛将伊所有的互即个囝。我的主人甲我咒詛讲，毋通甲我带这个迦南女子做新妇。你着去我的老爸家，我本族遐，甲我的囝带一个某。我对我的主人讲，迄个查某囡仔若毋肯对我来咱遮，要安怎？伊就甲我讲，我服侍的上主会找伊的使者甲你做伙去，互你一路顺利。你就通对我的宗族，阮老爸的家，甲我的囝带某。你若有去到我本族遐，就算有照咒詛做，万一因毋将迄个查某囡仔交互你，这咒詛就甲你无关系。今日我到井边，祈祷讲：上主，我主人阿伯拉罕的上帝，求你互我一路顺利。我呾徛伫井边，对出来抢水的一个查某囡仔讲：请你将水盘的水一撮仔互我啉。伊若讲请啉，我嘛要互你的骆驼啉。原伊就是上主所选，要互我的主人的囝做某的查某囡仔。我心内的话讲犹未了，利比加就出来，镜头顶下水盘，落去井边抢水。我甲伊讲，请你互我啉。伊就赶紧对镜头顶放落水盘讲，请啉。我嘛要互你的骆驼啉，我就啉。伊嘛互我的骆驼啉。我搁问伊，你是甚物人的查某囝？伊讲，我是比土利的查某囝，阮老爸是密加甲拿互生的囝。我就将片拳挂伫伊的片，手拳挂伫伊的手。我跪落去敬拜上主，称赞上主，我的主人阿伯拉罕的上帝，因为伊引带我一路顺利，互我找到我主人的小弟的查某孙来，互伊做新妇。当你若要用慈爱信息对待我的主人，就甲我讲；若毋，嘛甲我讲，我通决定
过来要安怎？拉班甲比托利因讲，这代志既然上主安尼安排，阮袂当对你讲甚物。当利比加伫遮，你通带伊去，照上主的安排，互你的主人的囝做某。阿比拉罕的管家听到这话，就趴伫涂骹敬拜上主。迄个管家起来，摕金器、银器，甲衣服送利比加，佮将贵重的礼物送互伊的兄哥甲老母。迄个管家甲缀伊的人，即时才啉食歇眠。隔日透早，管家对因讲：“请互我倒去我的主人遐。”利比加的兄哥甲老母讲：“请互查某囡仔甲阮住几日仔，上少10日，伊才甲恁去。”伊对因讲：“请毋通甲我留，上主已经互我一路顺利，请互我赶紧倒去我的主人遐。”因讲：“阮叫查某囡仔来探伊的话意。”因就叫利比加来，问伊讲：“你敢要甲即个管家做伙去？”利比加应讲：“我袂。”因就送小妹利比加甲伊的年母对阿比拉罕的管家甲军队伊的人去。因甲利比加祝福，讲：“阮的小妹，愿你的子孙千千万万，愿你的后代占领对得的城。”利比加甲伊的女婢骑骆驼对迄个管家去，管家就带利比加转去。迄时，以撒刷起比尼拿海来，住伫尼吉夫。黄昏的时，以撒出来野外散步，抬头一个看，看到骆驼得来。利比加看到以撒，就对骆驼落来。伊问迄个管家讲：“伫野地往咱遮行来的是甚物人？”迄个管家讲：“是我的主人。”利比加就用拍热面。管家将伊所做的代志，拢甲以撒报告。以撒就牵利比加入去伊的老母撒拉的布边，带伊做某。以撒真疼利比加，伊对老母死了后，到即时才得到安慰。以上，祈祷。你捌经历祈祷得到应允无？捌对祈祷明白上帝应允无？你是简单想要爱上帝答应你的祈祷，还是愿意顺服伊的一切回应咧？捌有一个做人查某囝的，伫因老爸破洞边住院的时，看到病床顶的老爸插满光线，真不忍心，就祈祷讲：“主啊，求你甲我的老爸带去，莫互伊遮尔啊痛苦。”毋过过无一点仔，因为毋甘老爸离开，伊阁祈祷讲：“主啊，我知你是医治的主，求你互我的老爸好起来，莫互伊离开阮，求你听我的祈祷。”迄日暗时，这位老爸离开世间。这个查某囝对老爸的过身非常悲伤，有真长一段时间埋怨上帝，为什么干那听伊第一个祈祷，却无听伊第二个祈祷？对结果来看，上帝的确听到伊第一个祈祷，总是伊并无认同上帝的回应，甚至责怪上帝。毋过，这敢毋是伊的祈祷？那呢，咱安怎看待咱家己的祈祷？伫阿比拉罕的时代，人嫁娶的对象以亲族做优先，总是当阿比拉罕离开故乡甲亲族以后，为囝儿以撒娶某就成做一个问题。
阿比拉罕委托厝内的老仆人，倒转去伊的故乡米索不达米亚，对亲族中为囡仔娶某。老仆人知影家己的任务，也知影背后是上帝在带领，所以祈祷呼求上帝引带。果然拄到主人亲族的查某囝利比加，顺利甲伊带转来迦南，互甲失去老母的以撒成婚，带互伊安慰。当老仆人伫城外找到水井的时，伊并无打算家己亲自上水，反倒求上帝互伊拄到愿意斗相共帮忙的女子。咱袂当确定仆人伫旅途中兼有祈祷，毋过会当肯定的是，到那福城第一件代志就是祈祷。伊向上主祈祷讲：求你施恩互我的主人阿伯拉罕，互我今仔日有好机会。这是圣经中头一遍讲到今仔日的祈祷，表示伊渴望上帝当真紧有回应。值得注意的是，老仆人并无要求上帝显出神迹，也无求上帝直接向伊指明准新娘是谁。伊只是用理性的祈祷，佮求上帝持守伊的应允。结果仆人还无祈祷煞，伊所求的代志就发生，显示上帝应允紧佮真快。咱袂和青云人讨论嫁娶对象，也是重大的决定，敢若会甲亲密的人讨论。若安尼，咱会甲生命中重要的代志带来到伫上帝面前无？咱若甲上帝无熟，安怎甲伊来做交流咧？当咱常常祈祷，伫甲上帝建立亲密的关系，才通看到伊的应允。就算是细细，咱也会知迄是上帝的信息。祈祷无分长还是短，上帝拢会听。总是伊的意念较悬伫咱的意念，伊未必然会照人所求的来回应。咱准备好接受伊的回应了未？默想，老仆人的判断和应对，有倒一寡通值得我学习的？当我受交代特别的使命的时，我安怎完成这项的责任？老仆人的判断和应对，有倒一寡通值得我学习的？当我受交代特别的使命的时，我安怎完成这项责任？祈祷，亲爱的天父，感谢你赏赐祈祷的恩典，互我通将生命中的一切向你吐露。求你教示我用正确的态度来领受你的回应，顺服伫你的旨意，奉主耶稣的名祈求，阿们。愿上帝赐福你，身心灵拢勇健平安。